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1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80655例本土病例，有90人死亡。专家预估已经差不多是高峰，7月以后就会登河。一台 AT3的教练机早天高雄光山基地起飞后失事，规管期待机顺至空军宣布暂停关校所有训练。去年6月，北送医疗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昨搁再带团来台湾访问，早起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新闻时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80655例本土病例，有90人死亡，中重症增加190例，其中有一个1岁的查甫囡仔有哮鼓喘的情形。另外，6都特别来说大型的儿童注射站哦，桃园搁再增加1站，目前计共是有7站大型的儿童注射站。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确诊了80656位本土的病例，那比之前一天礼拜天的时候的数目来得多一些。那境外入的病例有49位，那死亡的个案有90位。那在这90位的死亡个案当中，年龄是从90多岁到40多岁哦。今天新增190例的中重症的个案哦，其中中症是108例，重症82例，有新增1例儿童重症哦，这个是属于哮吼症的一个个案。这是一个1岁的男童，我们今年这个本土疫情以来第2例这个儿童染疫之后，有合并哮吼的这个个案哦，有今天新公布这个明天会上路的一重症的解隔条件哦，就是说在距发病日到或采检日已达15天，而且追踪一次的这个 PCR， 如果 CT 值是在27到30之间的话，经过评估之后呢，评估适合转出，就可以来转出我们的负压隔离或专责病房，让它可以提前来解隔。都所设置的这个站总共现在是7站，因为桃园除了桃园巨蛋之外，又多了一个这个陆军专科学校。有提醒各位爸爸妈妈那他们有2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按照县市原先规划的时程去打。那如果时间没有办法配合，或临时有改变，或是比较心急，那就可以到我们所设的这个大型的接种站。前几天一天拢增加6万外例疫情亲像有较转好的趋势。也毋过有专家是表示讲，双北市甲家人为着病的人数已经伫要进步咯。这2礼拜全台湾的确诊数大概拢会维持伫6万到9万左右。也毋过可能要等7月以后疫情才会转好。有专家嘛建议讲，会当来先放入边境的管制，对现在的7+7缩短做3+4哦，先互经济景气变好。最近新冠本土疫情有转好的现象，有专家认为讲，北北基桃地区围着的人数达到一定的程度，加上台北市暂停实体上课等等的政策，人潮甲车流大幅度减少，互病毒无机会通外传。这2礼拜全台湾确诊人数维持伫6万至9万之间，不过整体疫情若要明显有催落，可能就要等到7月份了后。你大概要感染到50%-60%以后呢，你的下降才会很快。可是北部不一定有满足到这么高的感染率那所以呢，我认为北部的下降会慢慢下降了。到了7月应该会看到下降，而且是蛮明显的下降。专家表示，等疫情渐渐稳定，民众疫苗的注射率提悬，加上医疗量嘛有够，就会当考虑放入边境，互经济复苏。不过会豆豆来调整。建议6月份会当看疫情的情形，先加入境居家检疫的时间，为目前的7+7缩短做3+4。6月5号之后，那如果说整个疫情的流行曲线有向下的情况的情形，我们就可以从目前的边境的检疫从7+7，或许先缩到3+4。专家强调讲，放量检疫上大的考验，就是可能会有新的病毒入来，地区国内确诊人数搁再加悬。不过这是世界各国百面会去拄到的情形。只要医疗量有够，高危险的族群，亲像是济岁人甲囡仔，普遍拢有注过疫苗，边境要是爱豆豆放量，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不幸的消息，高雄空军官校今仔早起有一台编号0852的 AT3教练机失事，驾驶是少尉学官齐大军。今仔早起8点3分起飞哦，这是伊家己第2届飞教练机，伫8点8分信号消息。不过，消防局就接到讲有人报案，讲伫公山的电厝1路77号附近有飞机摔落来，现场嘛有发现遗体哦。飞官齐大军不幸殉职。
警消人员赶紧来到这现场有封锁线，因为消防人员伫早起8:09分接到报案，高雄公山区产出一路附近有无人机滑落来。刚开始第一声我以为是那个打雷的声音，那就是窗户一打开就看到外面有一个黑烟，很大的黑烟往天上窜，我就跟我先生说爆炸，因为有看到它旁边有四处的火花。那安尼变这大声，我就讲，车崩还是啥崩，我唔知影。一声咱咧等一下看是会准。救援人员来到现场了后，看到一台 AT3的教练机的残骸，无看到民家厝，也是讲建筑物去互弄掉。另外，还有一具男性的遗体。这个男性已今年23岁，是高雄空军学校的飞官，期待军校尉。伊飞行的总时速116.2小时，驾驶 AT3 教练机的时速是24小时。伫31早起飞行的任务是第2遍高飞，结果伫8:08分，雄雄伫雷达顶悬消失去。上尾伫公山参处一路附近去发现到，已经确认殉职。水平能见度可以，但是垂直能见度不见得很好。航线的干堆高度只有500公尺，高度非常的低耶。如果飞机遇到什么状况，那很容易处置的时间非常短暂，已经用了40年了。第三个，飞行员毕竟他的飞行时间非常的短，毕竟没有像资深的飞行员那么的老辣。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定分析讲，天气因素 ，AT 教练机伤过老，加上飞官的这个飞行资历较浅，是不是会当伫第一时间来对应紧急的状况，这拢爱考虑。也是讲飞官为着要来避开人口较密的所在，所以失去单挑的机会，这拢是有可能造成危害代志的因素。也若确定失事原因，还佫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空军司令部伫早起11点嘛开记者会，说明强调讲失事的原因佫爱调查，嘛下令停止空军官校学员所有的飞行训练。总统蔡英文嘛表达哀悼，只是国防部爱找到事故的原因，嘛爱协助家属来处理后事。一只 AT3 教练机31早起伫高雄坠机，空军调查驾驶是空军官校112班的期待军校尉，飞行编号 AR32。机号0852，早起8:03分起飞，8:06分伫机场东北大约5里的所在失去联络。周检出站的时间是111年的2月17号，迄今已经飞行了77小时55分钟，近1年都没有重大的修护事件。那目前空军已经下令空军官校暂停全部的飞行训练任务。因为 AT3 教练机服役到达已经38年，我该周期失事的教练机的状况，空军也作出说明，也强调案发的时阵人员敢是跳伞等细节也需要调查。详细的人员是不是跳伞，在附近或者是随机坠地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再做残骸的分析才能确认。不过我们在空中并没有接到任何飞机故障以及人员弹射跳伞的这个无线电呼叫。伫再次发生 AT3 教练机事故，搜救团队已经展开救援任务，也毋过驾驶的飞官找到的时阵不幸殉职。对此，总统蔡英文表达哀悼，指示国防部彻底厘清事故原因，佮协助家属处理后续事宜。记者综合报道。去年6月，北送疫苗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昨搁再带团来台湾访问。今仔早起嘛，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议员嘛再度强调对台湾的支持，双方针对经济交换意见。总统蔡英文强调讲，咱会继续来争取加入印太经济架构 IPEF， 望讲有具体的组织会当来深化台美的经贸关系。We'll come back. Thank you. I told you I would come back. Thank you so much. 真欢喜再度来到台湾。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去年6月国内疫情升悬的时阵，捌代表美国政府来台宣布关注台湾疫苗。即马一年来2度访台，达克沃斯强调美国袂互台湾孤军奋战，再次表示对台支持。那伫军事方面，经贸也真重要。Want to emphasize our support for Taiwan security. I do want to say that it is more than just about military, it's also about the economy, and I'm here to support the President Biden's efforts in engaging in economic. 达克沃斯搁较表示，家己的并签就是代表支持台湾，美国会甲台湾加强合作。伊也伫国会提出强化台湾安全法案，
搁较联名致函呼吁政府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对此，总统蔡英文也表示，会积极争取加入 IPEF。对于美国政府所倡议的印太经济架构，台湾会持续向美国政府表达参与的意愿，而我们也期待在短期内，台美将以崭新的作为，一起规划出具体的途径，共同深化台美双边的经贸伙伴关系。蔡总统表示，台湾是美国伫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伴，美国也几啊摆表示支持台海和平。未来希望继续深化台美关系，加强双方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之前有公开表示讲，若是中国拍台湾，美国会有军事协助。外界是认为讲，美国对以早战略模糊，即马转做战略清楚哦。一寡国内外学者是认为讲，因为乌俄战争，美国要向中国和印太盟友来表明立场，确保台海的稳定。另外，昨中国是派出30台军机来侵犯咱国 ADIZ 防空识别区哦，军机的数量是今年第2多。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6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向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30只中国军机30号侵了咱的 ADIZ 防空识别区，伫东沙岛东北方的空域来活动，数目是今年的第2多。除了战机，还有空中预警机、电子干扰机、电子侦察机，还有掠掺水艦的反舰机。他应该是在做一个机队组合作战，也就是说，借由电侦、电子干扰的方式，然后为好己方的战机，然后营造一个有利的战场环境，然后进行空中的一个作战。另外，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公开表明，也是中国武力犯台，美国会来协防。有一名美国地壳学者大卫塞克斯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避免这几年快速增加军力的中国，伫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是来拍台湾，美国必须要向中国来表明，会来出兵协防台湾的态度。某国内学者是有这种看法，认为讲美国必须要明确向中国还有印太地区美国盟友来表达伊的立场。在俄乌战争期间，美国毕竟没有实际的出兵，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周边的这些国家会感到忧心，因此拜登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话说得清楚一点，目的是要安定在印太地区伙伴国的信心。学者强调，美国一向的基调还有上大利益，也是话莫讲伤民。即马话讲甲遮清楚，主要是因为局势变化。嘛，因此拜登发表讲话了后，美国各政府部门嘛陆续表示，这台海政策并无改变。即马传出美国甲中国国防部长有可能伫6月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当面来会谈。有一个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期待伫新加坡甲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来见面，希望对着区域安全稳定有所帮助。记者张志雄、曾志成台北报道。再来关心疫情哦，中央昨宣布讲6都大型的儿童疫苗注射站明仔载要开始做。今仔台中市负责营政医护团队哦，嘛到会场来安排动线。台中市政府是预告，抽单莫德纳要改做 BNT 的家长，阁有一寡外县市的囡仔，拢有可能会来台中的注射站哦。所以附近的交通已经请警方来协助咯。为着要让儿童疫苗的注射加速，中央第30宣布要伫6都设置大型的儿童疫苗注射站。6月初1开始，替5岁到11岁囡仔注辉瑞 BNT 儿童疫苗。家长是表示赞成，不过嘛烦恼真侪人排队会烧话。路线要控管好，不要感觉好像会塞一堆人挤在那边，然后要等很久，反而就变另外一个群聚问题之类的。人流控管弄好吧。台中市的大型儿童疫苗注射站由台中营总来负责，地点选伫咧自然科学博物馆，按算5天要甲18000人注射。虽然中营进前已经有上万人注射的经验，不过这届的对象是囡仔，搁再加上准备的时间无够1天。院方30日紧急来到现场勘查，认为路线、拥稳的人数、停车的空间甲天气的状况，拢是真大的挑战。儿童们，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更舒服、没有一个压力的环境之下，那确实它的挑战性蛮高的。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能够把它做得好。这里也有3个停车场，那其中有一个停车场就在我们现在施打站的地下室、地下2楼跟3楼。如果是做大众运输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在台湾大道下车之后，或者在西屯路下车之后呢，直接的走过来，我们都会做好非常明确的标示。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大型注射站若进驻开始注射，会当料想到原本按算伫咧医疗院所注射的家长会取消预约。也有外地民众嘛，拢会来注射，已经请警方爱全力指挥交通。在医疗院所预约的，或在学校预约的，他会抽单，那会涌入，而且不止台中市，可能中部各县市都会来。这个警察局要负责附近的交围。科普馆注射站按算逐日提供早起8点半到12点半，也有下晡1点到5点2个时段服务，囡仔会当随到就随注射。准备的时间无够1天，医护科普馆甲警方拢甲陪病甲安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今仔跟明仔载2天会伫4间学校来设注射站哦，这早拢互民众预约了咯。指挥中心嘛宣布讲，6月7日开始要来协助6都设大型的注射站。台北市哦是要设伫自由广场。台北市长郭文地是批评讲，这个政策真白痴哦。也毋过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王必胜是回应讲，赶快设伫自由广场的车内所采检站，甲新生儿童疫苗注射站哦，其实离非常的远哦。伊阁讲哦，自由广场所在其实真大。新冠疫情拖袂煞，校园的接种时间上慢到6月底，嘛互真侪家长真烦恼。为着要尽免来完成5岁儿童疫苗的注射，桃园除了讲到学校来做，幼儿园还阁有国小合理做，嘛要伫个校园来开设2天的儿童快打站，一夜就去互人注文了了。学校排程的时间就觉得太晚了。就想要尽早打，赶快有保护力这样子。学校太晚了，基本它是定6月6号啊，还在是等 BNT 的关系。对啊，当然是越快接种越好啊。市长郑文灿讲，主要方案是到学校来做。第51日进前是注疫苗的观望期，估计有10万国小，还阁有5岁幼童接种的 BNT 疫苗。6月7日卖伫个6分专科学校和地站体育馆做大型的接种站。这2天用学校的快打站，是采取表单预约，那有4个学校，那总共要打4800人。那6月2号是大型接种站，效率比较高，大概1天可以打5000人。看家长这么烦恼，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儿童疫苗的数量有够额，宣布拜3 6月7日会伫个6都来开设6个5岁至11岁大型的儿童 BNT 疫苗接种站。台北市长郭文哲对这政策真无客气的批评。这个很白痴的命令，很白痴的命令。命令怎么说？那我都在学校打完了，他要干什么？因为资讯都来得很快，很多事情就是我们讲求时效，所以可能还没有时间沟通哈，或者是说资讯还没有完全这个大家都理解，所以可能产生一点误会。王必胜讲，儿童疫苗注射站设伫个自由广场中正纪念堂的1楼内底。原本的车内宿设伫个2厅院头前的广场，差不多拢是家己驶车免落来。这2天采检的人数已经落真济啊！伊的起落路线嘛未甲注射站有去交填着。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伫5月份有2个囡仔发烧超过40度，家长带囡仔去病院，也毋过病院拢无要收哦。有屏东县议员就质疑讲，屏东县的小儿科急诊的资源是严重无够，敢若有屏东基督教病院1间哦。议员呼吁讲应该爱增加。县长潘明安是表示讲，已经协调东港、安泰等病院，嘛爱提供服务。屏东有民众指控讲，8岁后生发烧烧到41度，日前开车去屏东基督教病院，却因为病院咧消毒，无法度收治，该去卫福部屏东病院，因为病院无字科嘛毋收，落要去卫生局联络的保健病院，却个因为沟通停打去，无法度看诊，囡仔走3间病院拢无法度互医生看，加在落尾食药啊退烧。不过县议员表示，这嘛展现屏东的儿科急诊资源无够。屏东对于儿科急诊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也是急于非常的需要迫切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医疗量的进度来屏东。县议员表示，还有一个案例是国校4年的学生，初1发烧，隔2天确诊，发烧烧到40度，结果卡192拢未通，找无人斗3天。县长潘明安32岁鼻巡，伊讲病院接待患者的态度确实有改善的空间。不过，毛拍拼咧协调设立儿童急门诊，继续来加开绿色通道。
未来还会再增加的，就是我们现在在梅河的。在恒春半岛的恒春基督教医院安泰也是我们去拜托说，希望他也能来加入，那能够让这个区域的平衡，或者在当地的孩童呢，都能够就近来就医。韩文22家医院重申，倘遇有危急病人，应依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先予以适当急救或采取必要措施。31透早嘛，有屏东县议员呼吁病院都要理解家长的心情，嘛要重视囡仔病情熬变化风险。真正告诉这些医院做点功德，不要让我们的小宝贝生命消失掉，好不好？针对日有查甫囡仔要看诊互拒绝，屏东基督教病院回应讲，迄天是因为急诊室连续有员工甲患者确诊，为着要确保安全，嘛有做几若摆消毒，才会暂停挂号。针对这摆事件，已经有检讨过啊，嘛有建议未来应对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一日拢有600到900人确诊，卫生局虽然有提供16间卫生所，佮有15间诊所会当实行看诊开药单，也毋过有快筛阳性的民众，敲电话问5间诊所嘛是无法度预约，所以民众最后规气就去大病院看急诊。最近一礼拜，台东县逐天有超过600人确诊，目前县内当中38个会当提供判毒、甲看诊、互药啊的医疗机构。也毋过，这款的医疗资源可能无法度满足一天600人以上的确诊者服务。依照卫生局提供的诊所名单，敲电话要预约视讯看诊，结果根本就真歹预约。一般人确诊都不敢再出门，就自己居家隔离。我也是这种状况。可是我居家隔离，我必须要投药，我电话打了好多通，我都打不进去。其中几家他是说预约已满，要等明天。因为这位民众发烧咳嗽，只好家己到台东基督教病院急诊。病院甲卫生局也是鼓励民众，若讲症状无严重，也是透过视讯预约看诊，避免到急诊时风险更加大。确诊的病人呢，那大部分都还是轻症为主，甚至没有症状。那所以，请大家能够充分的去运用我们视讯门诊。那诊所的话，当然它有它营业的时间啦，因为诊所有时候看他医生啦，因为有的诊所如果医生只有一个，如果又有事情，可能就没办法提供服务。台东县卫生局表示，目前也积极在找其他的诊所加入健康药效 App， 也有线定24点钟的医生看诊服务，民众会当多加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中和有一个2岁当前确诊死亡的查甫囡仔恩恩，伊的爸爸昨出面要求新北市政府甲囡仔送医81分钟的沟通过程公开。今仔有民进党的议员伫议会质询，问讲市政府什么时阵会当公布？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会尽全力来处理哦，也毋过无按时间。伫备询台头前举牌抗议，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徛伫咧市长侯友宜面头前，大声喊讲要爱真相，爱伊回失礼。因为前一天中和2岁查某囡仔恩恩因老爸徛出来面对媒体，伊讲前4月14迄天发现恩恩熊熊毋知人，连续敲电话予卫生所、192甲消防局，一直到坐起救护车已经前81分钟去啊。目前单位之间的联络敢是有问题，即马想要调资料出来查核清楚。什么时候做？我们都会在做这个必要的协助。什么时候做？我们会做这必要的协助。一定吗？一定会做必要的协助。我想你这个非常，你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全力协助，尽快处理，好不好？民进党新北市议员要求市府爱予大家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当时把相关的资料提供予家属，爱讲互明。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卫生局长陈润秋敢若讲，一切会尽全力来协助。我们在这边问你，连这些问题你都没有正面回应。好，问你，按照政府资讯公开法，15天之内就要给予答案，能不能做到？我想很多的相关的资讯，包括相关的一些作为，我们按照。我就说嘛，按照政府的。恩恩因老爸林先生透早听到侯友宜的讲法，伊讲要是无听到市府具体回应，伊讲伊老爸要爱真简单，就是调新北市消防局通话记录甲录音档，还有市府接到因的求助了后，包括卫生所、192所有内部单位联络的录音档。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以前真侪学校拢是线顶的上课，也毋过有真侪老师、家长佮学生拢认为讲线顶上课的效果无介好哦。新北市是表示讲，鼓励学校伫今年的夏热会当来申请加强班哦。经费方面哦，市政府会全部来补助。
好，你交了你就可以先写那个回家功课 ，OK 吗？哦。唔但爱顾住厝线顶上课的学生，嘛爱兼顾实际到学校听课的学生。新北市北分国小暂停教学10外天，以原地班级的导师来进行线顶的教学，维持基本的品质。老师甲学生拢表示，若唔是疫情，也是希望会当面对面来学习。我们改完之后回去给他。他们截图过来给我们改完回去给他，然后他还再看老师批改上面标注了什么，标注完再改完再回来给我，这样子往往复复，其实效率很差。怎样解题我不太懂，所以老师在复习的时候就得一直听，就很认真听。学生若有问题，无一定会当即时解决，甚至若是细心无专心，老师嘛顾袂到。烦恼讲，若是搁继续安尼落去，学生的基础拍无好，未来要补救嘛补袂好。他们下半学期有一些该打的底，老师来不及收尾，所以我们到了高年级还在补。然后现在这次又停，然后就可以发现他们真的有很多东西，就是一些漏洞都还补不完。就比较担心社会，因为太多就比较多东西要背。因应学习的成果可能有落差，新北市教育局表示，鼓励学校今年后热加申请办加强班，针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来实施补救教学，帮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些比较好的进步，那也衔接他到国中的一个课程。事实上，面对学习成果有落差的学生，学校伫学期中甲后热本来就有学习辅助，也是补救教学。不过校长表示，今年后热参加加强班的学生应该会比以往更较侪。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宣布大巨蛋的营收要安怎来分红？副市长黄珊珊是激励讲，大巨蛋的营运收1000块，市政府分6块，是0.6%。若说挂大巨蛋一档收50亿，台北市政府就会当分到3000万哦。也毋过有另外议员是批评讲，安尼算起来，一档一平的租金只有几千块啊，尔，市民敢有法度接受？就是这样嘛哦。这个大巨蛋，你再回到7年前，我还是不晓得怎么处理的。那这个就是历史工业。大巨蛋令权利金争议真受关注。台北市长郭文地透早召开记者会，宣布大巨蛋营收分成的计算方式，将采取保底抽成方式进行。保底若讲有股营收伫100%以下，计收比率是0.6到1.2%。抽成部分，若讲超过保底20%以内，比例将调整为0.7至1.8%；若超过20%，计收比率是1.4至3.6%。预估营收是要它报出来，它可以报多，它可以报少，但是它报少，它的超额就高；它报多，它的超额就少。所以无论怎么样抽，台北市政府都不会损失。黄珊珊补充说明。举例来讲，大巨蛋只要开始营运，就有营收1000块，北市府就会当得到6块，也就是0.6%。那大巨蛋实际营收50亿，北市府会当分到一年3000万。也不过另一议员批评，以大巨蛋10.2公顷的占地来讲，营收分成的计算方式根本就是虎头鸟鼠尾。如果未来大巨蛋每年营业额是50亿，台北市收回来的每坪租金只有几千块而已，台北市民能够接受吗？这也不过就是柯文哲想要卸任、逃避责任一个这个草率了事的一个做法。黄珊珊表示，过程中上困难的部分就是营收分成金额要安怎经过协商找到平衡点。也不过重点就是希望大巨蛋做得更较好，赚更较侪，台北市民才会当分到更较侪。万雄集团到这个时间有完无回应，只表示有计下道才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目前法官真欠除了本地考试，司法院嘛将对律师、检察官学者等管道找人才，要来转入做法官。望讲会当赶紧甲法官的欠业拢补完哦。也毋过新的政策看起来是无啥效果。大大细细案件，踢到法官办公室，倒仔顶悬放袂落，地板顶悬还阁踏几落塔。伫个做判决进前，法官还阁爱阅卷开庭，逐工拢有真侪案件热咧走，所以因的工作压力真大。纯粹以这个法官来说的话，2127位法官要去处理350万件的案件，平均一个人一年大概要1600件。
这其实是个很可怕的数字，所以每天基本上都是在跟案件赛跑。法官压力大一大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案件伤过多，人力的欠缺要安怎来补呢？司法院表示讲，伫过去是采取考试阵容，加上受训的时间，上介少爱2年，才会当来正做法官。即摆已经来拍开多元阵容的大门，会当为律师、学者的领域来找到人才，相对减少训练的时间，嘛会当快速来增加人力。新政策拍算会当来推撒到公务人员。他有一个法治的经验，好，而且在这他的这个层级呢，职等呢必须要在检任以上的这个职等才有办法转任，而这个转任比较特殊的是，他是直接转任为这个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司法院的问卷调查课发现讲，敢若有4成学者因愿意讲要来转任法官，等于讲有约6成的人因无转任的意愿，要安怎来增加诱因来帮助司法专业人员，这嘛来成做一大课题。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嘉义团处工作人员涉嫌包庇重大刑案的受刑人而且受刑人阁无法度申请外加服刑的时，偷改因的成绩，互伊会当来转调自强外加。也不过花莲嘉义是解释讲，这是工作人员有疏失，造成分数算唔对，检调嘛已经展开调查咯。花莲自强外役家姓周的介护科长，今年2月伫市区捡2个歹徒亚军乌白喊。原本就是讲是交通的纠纷，不过花莲地检署调查了后发现讲，这个暴力的事件并无单纯，拍人的歹徒那像是受到一个细小的受刑人的指使，原因是因为伊伫自强外役家要请假的时阵被拒绝。对不起，拜托不要再打了。检方对查阁发现讲，这个细小的查甫人，2015年因为犯抢劫案，去互判12年6个月，因为伊属于暴力重要的罪犯，也无法度申请到较轻松的外役家来服刑。不过，伊却伫去年7月份成功转调去自强外役家，这个案情恐惊无单纯。关于邵姓被告移监至花莲自强外役监服刑部分，花莲监狱进行内部调查后，已将涉案被告移送本署侦办，本署检察官将会持续查明。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中，暂不说明侦查细节。花莲监局表示，这个细小的查甫人伫服刑的期间，拢总参加3届外役家受刑人遴选的作业。前2届拢无获批准，第3届虽然有符合遴选的资格，不过因为介护的风险，甲搁再犯罪的风险迄个，工作人员交了唔对去，所以地书算分数的时阵有定打去。对此，本监除主动召开检讨会议，除成立外役监遴选审查会议，加强横向联系机制，并建制外役监受刑人遴选内部控制制度。因为细小的查甫人伫咧花莲有主持黑社会，而且休困的时阵还佫违反规定，甲帮派聚会，背后敢是有人咧甲听。检调单位甲认证单位已经搜查花莲监狱，而且展开调查。这个细小的受刑人，目前是锁去宜兰监狱服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后面2章峰会结束了，宣布讲有27个成员国已经同意要禁止罗西亚的石油进口。原则上伫今年的年底之前会减少9成罗西亚的进口石油。这嘛是罗西亚拍乌克兰以来第6轮的经济制裁。这嘛是欧盟目前提出上严格的制裁措施。欧盟峰会37天伫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讨论新一波对俄罗斯的制裁，其中石油禁运特别受到关心。虽然讲匈牙利长期以来拢表示反对，不过伫会后，欧盟27个成员国同款是达成共识，对俄羅斯來實施石油禁運。I'm very glad that the leaders were able to agree in principle on the 6 sanctions packag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anks to this, Council should now be able to finalize a ban on almost 90% of all Russian oil import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冯德莱恩也佮补充讲，剩的10%会暂时免禁运，安尼通互内陆国家匈牙利和上油供销联的斯洛伐克、捷克会当来摕到石油。这是欧盟到今上届严厉的制裁，同时也佮宣布讲，要甲俄罗斯上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佮踢出 SWIFT 的系统，含来制裁另外3间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透过视讯伫官方会议发表演说，呼吁都爱结束无共的意见，大家爱团结一致，
泽伦斯基嘛表示讲，目前乌东战事真困难，嘛强调讲俄罗斯对封锁乌克兰粮食出口，造成全球粮食价格起悬。Ситуація на Донбасі залишається в цілому надзвичайно тяжкою. 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намагається точково зібрати переважаючі сили для більшого і більшого тиску на наших захисників. Там, на Донбасі, зараз зібраний максимум бойової потужності армії Росії. 虽然俄罗斯拍乌东拍到真凶，俄国嘅财政部长伫27说表示讲，需要真大量嘅财政资源来赞助乌东军事行动，嘛会煞咧启动一项8条路步嘅财政整形计划，并且煞咧用路步来支付俄国对外嘅债务。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目前国际上有一种高资的传染病，是伫非洲以外国家已经有通报300多例咯，主要拢是伫欧洲的团。也毋过世界卫生组织是认为讲，这应该袂大流行哦，只要当赶紧发现，就有才调通控制。高岛的疫情对定定看到的非洲地区，先是出现伫咧欧洲有案例，怎么已经传到美国，甚至南美的阿根廷拢有病例。英国的 NHS 通报，到27高岛的病例已经超过100例，也若全世界非洲地区以外有300外的怀疑甲确诊的病例。世卫组织正伫咧考虑是毋是评估这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Existing properties are that it mutates much more slowly than, for example, RNA viruses. The answer is we don't know, but we don't think so. What we've known in the past is that this virus does not transmit so easily between persons. As I mentioned in the past, the R0 has always been less than 1. R0 是指基本传染素或者是基本再生素，是流行病学伫咧评估传染病控制成效的重要指标。WHO 的专家伫世界卫生大会讲，到目前的病例也无死亡个案，而且大部分的病例拢出现伫咧欧洲，所以甲旅行无关系。即马就要开始采取行动控制疫情。We think that if we put in place the right measure now, we probably can contain this easily. So that's why we are making this briefing today, and we are trying to raise the awareness because we are at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and we have a good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stop the transmission now. 科学家也正伫咧研究这边病例异常增加的原因。公共卫生当局怀疑有可能是某一种程度的社区传播。已经开始提供疫苗予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新竹县警察局传出讲，新保分局长陪一个车祸肇事的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做笔录。新竹县警察局副局长佮主动来提供发布肇事者的声明。后来新竹县警察局是有3个警官被记过处分。也毋过，就有立委阁议员是认为讲，一定爱甲代志查好清楚。因认为目前受到处分的警官，只是来帮高层打罪。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一只白色的旅行车，伫新竹新埔波中路咧驶时阵，违规驶过对向的快车道，一只奥多麦去旅行车直接撞到，这个骑士重伤不幸过往。这个车的起诉者是一间科技公司的副总经理。死者的家属控诉对方伫咧做笔录的时阵，除了有新保分局长亲身陪同，未来阁透过警方替伊发声明，引起外界议论。虽然代志发生了后，新竹县警察局3个高阶的警官去用记性格或者是表现歹的著名，不过有立委甲新竹市议员质疑讲，即马防处分的拢是出来打罪，呼吁警政署不应该阁暗号啊。我们的警察不应该是肇事者的律师哈。这部分我希望督察长这边可以提供监视器画面。就是你们现在就是要必须证明说你们没有去施压。林校长表示，新竹县警察局应该公开因做笔录迄天2点半至4点这段时间监视器的画面，来证明姓林的分局长是穿一般的衫去陪伊做笔录的。嘛应该调查涉案的警官通联的记录，甲相关联络的软体，来理清背后的主使者是啥物人，而且一定会严办。针对这点，新竹县警察局督察科表示，这个案件已经由警政署介入调查。这中间的一连串的疏失，我们都承认有责任，也做出惩处。那当然，惩处的额度可能过低，或者说不符合期待，这部分也昨天已经有警政署介入。我们会深入调查，然后依据事实，
严厉惩处。警政署督察室表示，经过调查，新德县警察局的警察伫处理这架车祸拢是依法办理，并无涉及不法或者是介入关系。目前当地咧深入调查，一定会追究肇事人员的责任，而且要求所有的干部拢要会记得这个驾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南区复兴路3段一间机车行的顶仔卡，今仔透早点外火烧厝屋，其实到现场的时已经有真侪台汽机车拢着火，佮烧甲真美。住伫机车行顶头民众是吊伫厝内，后来消防人员有救出7个人送病院治疗。机车行的头家认为讲是有人故意放火，警方嘛有去调监视器，要来找嫌犯。几台机车已经着火烧，火势阁烧啊真强，甲住透天厝楼顶的民众惊甲真神，拢紧走去楼尾顶喝救，消防队赶紧升请楼梯将救落来。另外，将民消人员挂开铁门扑水共军，伫台中南区复兴路3段5月31半暝同步火烧，原本停伫咧1楼的几排机车拢着火，差一点烧到人徛街。消防队救出7人随送院，加在拢只是小可火火引去砸掉。过当中透早有袂少民众倒来整理，受起当时救援是真惊吓。火烧得很大，整个烟都充满整个室内，很可怕。机车拢烧到敢若剩架啊！调查人员现场采证，估计拢总有15台机车烧去。附近的居民表示，这机车拢是机车行的，平常时都拢放伫咧这3号的顶仔卡。业者嘛表示，都毋捌去放过高引火的物件，怀疑是有人偷放火所造成的。摄影机有看到，是慢慢冒烟，大概过10分钟才烧起来。不会说平白无故自己就起火，而且还有爆炸声。哎呀，他们这住附近都有听到爆炸声，哎呀，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人为的部分蛮可疑的。警方亦积极调阅监视器，厘清案情发生经过，积极查处。附近的居民表示，着火了后，有看到可疑的人士离开现场。警方目前嘛当咧调监视，要查明来往的人车甲事故头尾，望尽厘清着火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到岛内的3公里哦，最近一冬外有一只高山仔定定破坏人家厝，当地民众是真困扰。里长通报农业处，后来就外包厂商来处理，有掠到这只高山仔，嘛甲伊载到云林古溪山区去野护。原来有包人的母狗，坐喺内面食物件，只要看到人靠近，就马上摆出惊人的动作。这只野生的高山仔，长期出现在岛内市3公里，平时拢在地人也是高远徘徊。但最近看入面民众徛街破坏他们，民众通报农业处到现场处理。开始比较有入侵到那个吃的或是人跟人接触久了，比较那个较好大的丢了。开始也破坏到我们这边社区住户的纱窗哦，它会自动开窗户开门，然后入侵到那个社区的房子里面啊。它也是乱窜，然后完了之后它冲到4楼去，对，然后我们就跟着上4楼，然后最后是在那个沙发椅那边把它压制住这样子。委外执行人员表示，猎捕过程中，先将高山赶到房间的密室，混乱中虽然被夹伤卡，但最后成功来掠到。对此农业处就表示，根据了解，这只高山已经在这生活1年多，但近期确实起来破坏，再交由委外团队来猎捕。最近才到民宅，不然之前都在附近的一些竹林里面，可能因为它既然也是成年母猴啦，可能是因为就是可能跟被赶出族群或是怎样，它可能就变成单独生活，这有时候会有发生这种情形。农业处表示，被掠到的高山仔麻醉后，经初步检查健康无问题，已经带去古坑的山区来野放。至于目前县内南乡，嘛也传出高山仔出现，那民众需要会当通报农业处。会转由委外执行专业团队来到现场猎捕，但千万莫搁吃物件，还是家己来赶，以免受伤。记者为你报道。来看鸿海今仔开股东会哦，今年是要发现金股利5块2角，这嘛是鸿海上市31档来发上侪现金的一届哦。鸿海表示讲，未来3档，伫2025年，鸿海电动车市占率至少要爱5%，营收要1条。鸿海集团研发电动马术马刀 T， 再度来出现伊内装塑胶汤光，充满科技感。车头两边的麦克尼也无去，颠倒是用这款车体的数位摄影机来取代，360度监控路况，行车更较安全，请真侪小股东来坐甲体验。
跟特斯拉那种感觉差不多，就是有一种很科技的感觉这样。今年鸿海的股东会伫山顶含实体做伙来，小股东因坐到现场的人数比去年较侪。今年鸿海通过配发现金股利1股是5块2，创下上市以来31年来上界悬。董事长刘永伟扩加信心咧话话讲，对电动车的投资布局，望讲伫未来3年营收规模会当达到1兆。电动车产业营收达到新台币1兆元，以及每年电动车出货量可以达到50到75万台。因为中国厂区最近因为疫情严格封控，小股东嘛真关心鸿海生产营运是不是会受到影响。那如果中国在持续的这个严格的管控，那鸿海的因应策略又是什么？不断的演练我们的泡泡式的管理。创办人的这个 PCR 的测试仪，那也希望它能够很快的我们能够也得到中国的政府的支持，可以用在我们的厂区内，泡泡管理可以做到更扎实。31，鸿海股价嘛出现股东会的行情，盘中一度来到111块5，小可起1块，不过大盘表现无好，一直到早起10点半。盘中上价来到16493点，跋回8点。不过接近午盘有小可扭转来，呈现多空震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确诊者拢伫厝隔离，有专家教民众讲要安怎家己去一间真简单的负压隔离病房哦，用隔房抽风机就会当，咱做伙来了解。国际权威期刊《资格证》加国际环境杂志已经证实，环境通风换气愈歹，病毒累积的量就愈多，停留的时间也会增加10倍。若确诊病人居家隔离，也是甲门窗开开，互室内较通风。若搁加装一个抽风机向外口抽，形成微负压空间，就敢若病内面的负压隔离病房。所以，即使是我们夏天开了空调。我还是要抽风扇给它抽，让你的家里面能够通风的时候呢，你的病毒是不是就能够减量？一个就是厝内采原木的家具，和厝内有芬多精也是袂歹。我们可以营造家里面是一个充满了芬多精，可以来帮忙你来面对病。真侪草本科加木科的食物会放芬多精出来，已经证实有抑制病毒的效果。去年中研院动物实验验证，发现薄荷加紫苏的萃取物会当减少鸟鼠细胞的病毒量到10倍，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以系统性体检中草药的研究，证明薄荷有抗新冠病毒的疗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导览哦，逐档拢会来去，咱来选冠军比，也毋过这2档因为疫情停办，今年总算恢复举办咯。来看第1名，毋但有奖金哦，计当代表婚礼去参加全国的比赛。最主要那个氮肥不要太多，肥料不要用太多，就比较好照顾。分享种稻仔的眉眉角角，这拢是农民累积起来的经验撇步。若袂当下伤侪肥料，较袂着虫害。周边佫种真侪百日菊，会当倒保存土脉养分，成做有机肥。为着要鼓励农民提升作物的品质，婚林的导览农会今年也要来举办稻米品质竞赛。疫情的关系啊，已经停办了2年，在5月底左右会先做第1阶段的田间。就是审查得到冠军的，就是会代表我们斗南参加这是全国的冠军赛这样子。就是在稻米安全这一块啊，对，就是可以更提升，品质上可以更提升。因为疫情停办2档，今年斗南的稻米品质竞赛阁要恢复举办，会针对稻仔田生长的状况、米的外形甲口感来评断。不过今年受到4月大雨甲低温的影响，收成起来月光米袂饱甜。产量嘛减少，有到37%。刷落来伫要采收的芳米也拄当黄霜雨季，互农民面临采收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孙爱大出哦，来看南投德山的妈妈教室，就请老师来教大家要安怎用德笋做出创业料理，咱做伙来了解。鲜奶吼。伫大鼎内底下虾啊、花枝佮参牛奶做伙炒。炒好了后，甲因放入去挖空的竹笋，顶面也一寡起司落去烘，就整做一道新的创意料理。
食起来唔但有顺啊香，阁有真高的牛奶味咸的牵丝。当年2月开始到4、5月啊，拢是竹笋大出的季节。想会到的料理就是笋仔汤、笋干控肉，嘛有人撒撒的运豆油、运白醋。即阵南投竹山社区的妈妈教授，专工请老师来教创意料理，互大家知影原来笋仔嘛会当安尼煮。竹山社区呢，特地的为我们的竹山镇的桂竹笋啊，设计了我们的一些家常菜，煮控肉啦哈，也有清炒的，也有煮汤的。大家拢知影，即摆人真注重健康，哦，咱笋仔的物件就是拢没有农药，哦，笋仔就是上好，对咱身体上好，啊，伊的纤维质够悬。因为笋仔是春夏交界这个时节才有的好食料理，纤维质真悬，会当帮助消化，是一款真健康的食材，而且料理会当有真侪变化。竹山妈妈教授就希望创意食谱，会当互更较侪人介意竹笋，推广因的在地农特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75届坎城影节典哦，韩国是得真侪大奖。国民影帝宋康昊是以阿影仔转运站这出电影摕到影帝，那含导演朴赞旭是用分手的决心这出电影摕到最佳导演。Goes to Song Kang-ho。南韩演员宋康昊以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头一部韩国电影《英离转运站 Broker》摕下南韩史上头一座坎城影帝。港剧演员姜东元、李迪恩、아이유 등拢感觉真光荣。너무너무 감사하고 영광스럽습니다. 예술가 고레다 히로카즈 감독님께. 本届另外一个韩流为的是导演朴赞郁，以无确定的爱情剧《分手的决心》得到最佳导演奖，也是伊第3摆伫坎城影展得奖。伊讲疫情造成各界封闭，剧院拢空空，不过电影人也是一直拍拼，希望这个5路早日来复苏，也得到全场的拍摄。分手的决心内底搬大陆籍寡妇的女主角汤唯也是影后热门人选，不过最后败给伊朗演员扎拉阿米尔。另外，这个剧情甲以往较残酷暴力风格无同，也引起讨论。 그럴 수도 있겠죠. 근데 저는 뭐 영화에 걸맞는 형식을 항상 취하려고 하는 거라서 또 다음 영화는 뭐가 될지 모르겠어요. 더 큰 폭력이 찾아올지도 모릅니다. 本届坎城影展最高荣誉金棕榈奖受瑞典的鬼才导演鲁本奥斯伦执导的社会口述喜剧《无限悲情》得奖。这是鲁本奥斯伦5年来第2摆伫坎城影展摕下金棕榈奖。常常替资本阶级开导伊，这摆以游艇遇到灾难，和模特儿加超级富豪身份改变，恶毒风格，搁再互评审团震撼。公视新闻是汇总编译。下半半的天气，咱来看管区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 华东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戴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